用出生年份嘅尾數加埋生肖嚟講流年運程，唔係我發明，只係比一般12生肖運程更加能夠聚焦個人運程。因為每個年份嘅生肖其實都有一個天干五行嘅，例如2026年嘅馬年係丙午年，個丙字就係天干，係代表和順艷麗嘅火，個午字就係馬。好奇怪嘅，好多講流年運程嘅名家咧都會提到丙午年。點樣影響每一個生肖嘅人？其實每一個生肖咧都有可能有5、6代人嘅。就當12歲同60歲啦，佢哋係同一個生肖噶。咁樣丙午馬年所影響嘅60歲嗰個人同12歲嗰個小朋友，點會係一樣嘅運程呢？我將每一個年份嘅尾數配上12生肖，分成10組，每次講一組，佢哋嘅馬年運程。俾各位參考，就當呢個係一個運程嘅錦囊。1962年嘅屬虎，大致上嚟講咧，屬虎嘅人喺馬年都能夠風成火勢。如果本身離火嘅話，咁就真係會火燭成功嘅。尤其是係62年呢個老虎，真係可以做到馬背做英雄嘅。尤其是呢個2026年，如果你哋仲係做緊生意，咁啊更加應該要買鋪大。所以我更加強調一句，如果你哋命中本身水夠強嘅話咧，先至會喺呢個馬年發福噶。如果你唔清楚，就真係要去算一算命啦。如果喺命中唔夠水，咁就會適得其反，虎未破舟已經沉咗。1972年嘅屬鼠，如果你哋以為犯太歲就畏首畏尾，咁就失諸交臂，錯失良機啦。因為頂撞班主任，但係又能夠拎出好成績，就算你衝撞咗呢個太歲班主任，佢都會睇得起你，唔會嚟罰你嘅。即係話你準備行入呢個殿試，準備應考咁啊。如果你冇料有牙刷，咁呢個馬年太歲一定要罰到你焦頭爛額。所以唔係所有72年屬鼠嘅人都會同一個命運。過咗個馬年之後，你哋話我知啦。1982年屬狗，你哋同屬虎嘅人一樣，都係風成火勢，但係屬狗嘅人多數都有啲保守嘅傾向嘅。叫佢哋跟隊衝鋒陷陣 ，OK 嘅，係可以嘅。但係你叫佢哋做帶頭嗰個，咁就唔係個個都得啦。再加上年紀同埋江湖經驗。所以佢哋唔係個個都同一個表現嘅。如果盡忠職守，但係墨守成規，就會錯失呢個良機啊！如果能夠突破呢個死穴，呢個馬年正正就係你哋表現身手嘅好機會啊！1992年嘅屬猴，可能有啲師傅同你哋講，你哋今年犯煞。如果能夠清晰一啲嚟講，你哋最可能嘅係識到一班損後，然後夥拍一齊去揾銀。OK， 揾銀冇嘢唔啱啊，但係會唔會俾啲損友推你落萬丈深淵？咁就要睇你啦。係咪行險玩灰色地帶？如果正當去打份工，雖然辛苦啲，但係一定會儲到錢嘅。仲有，如果你哋好感情、好女色嘅男士，呢個肯定係桃花煞啦。如果真正結婚呢，就應該冇事嘅。但係如果你係偷情去搞嘢咁就你諗你啦。2002年嘅屬馬，呢個年紀嘅男仔女仔，有啲可能仲讀緊書嘅，有啲可能已經出咗嚟做事。仲讀緊書嘅就可以唔使理我講乜嘢，唔再讀書咯。但係啱啱出嚟做嘢嘅馬仔馬女，你哋就要好好地聽清楚我講乜。對你哋嚟講咧，有好多人都話你哋沖太歲犯太歲咁嘅，但係我就會同你哋講，係犯自己，太容易感情用事啦，太容易相信人，太容易未諗清楚就已經做。呢啲唔單止係你哋嘅性格，仲要喺呢個太歲年將所有嘅嘢加倍。所以成功嘅嘢就會加倍啊，就最慘係苦難都會加倍啊。
我唔忍心見到你哋咁樣俾人落鑊，希望你哋自求多福啊。2012年嘅屬龍嗱，通常屬龍嘅人咧，如果仲係擇日出世嘅，一定係父母嘅金菠蘿嘅。而家讀緊中學應該成績唔錯，但係有可能有啲驕慢咁咧。不過與運程無關，所以我就唔會評論呢一點。嗱，評論嘅咧係咩咧？係你同同學、老師嘅關係。喺呢種而家呢種教育體系之下，好可能你更加會自我，好影響將來待人接物嘅智慧㗎。嗱，如果係冬天出世嘅嘛，仲好可能水火相擊，脾氣仲差啲啊！